如果你嘅小朋友係成日講大話嘅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尾啦。有冇試過一返到屋企咧，見到個地下一攤嘢，你第一句就會好嬲咁樣問佢邊個倒瀉㗎？而個小朋友通常第一個反應都係會講大話去否認嘅。其實好多時唔係佢想講大話，而係佢以前咧試過講真話嘅時候咧，換嚟嘅係鬧啦、罰啦、指責啦。久而久之咧，佢學識咗一樣嘢，誠實係等於危險啊！曾經有心理學家講過嘅，當小朋友咧覺得自己係被審問嘅時候咧，大腦會做一件事，就係自保啊！否認、沉默、逃避都係本能嘅反應，所以問題未必喺小朋友度，而係我哋嗰個問法令佢覺得自己係一個犯人啊！試下改一句啊！如果有人倒瀉咗，你覺得應該點樣處理好啲？嗱，你會發現咧，佢反而肯講噶啦，佢會開始諗方法。誠實咧唔係逼出嚟嘅，而係俾佢哋知道錯係冇問題嘅，只要肯面對同承擔後果。俾佢知道咧，就算佢犯錯啦，父母嘅愛係永遠都唔會變嘅，佢慢慢就會向你誠實噶啦，而且親子關係會越嚟越好添啊！